从今以后，我係起呢年下晝2點嘅，向前聽聽下個親新聞來關心疫情親新嘅動態。同關心疫情以前呢，年次大家當關心草案部8點嘅時節，也今年嘅頭一個強土風災黃鵬形成呢，係講佢接下來會對台灣造成乜嘅影響呢？對也風災路線圖嘅來看，現時呢佢差唔多也有風災嘅中心位嘅，係同菲律賓東南偏差唔多910公里海面後，也出現呢一個中心位嘅離台灣現時同鵝鑾鼻1430公里嘅海面後，接下來呢佢會用嘅行，佢先會向北行港前，接下來亦係向西偏行。再過來差唔多啲拜六禮拜一時節，就會行港松。故數呢，俺就看到氣象局也早晨12點嘅下發布嘅路線圖，就看得到差唔多16、17，也就係禮拜2日嘅時節會東減台灣。唔過見比如係拜3，還有廿行幾下日，將會喺東接近台灣。故數會有乜嘅影響？現時來講呢，還有動態嘅唔確定因素，但向前來談氣象局早晨嘅上面。今年體育學風災黃鵬草案部8點現身，對氣象局嘅衛星雲圖就得看到，幾日中心點來到鵝鑾鼻東南風差唔多1430公里嘅海面上，用8點鐘7公里嘅速度，慢慢咁對南西北過去，強度未遇到增加。氣象局按算17拜日係黃鵬最接近台灣嘅時節，不過路線到強度都還會有變化。它處於一個大轉彎的過程呢，所以實際轉向的狀況其實是有一些變數，那這也會影響到這個颱風它在禮拜天距離台灣實際遠近的程度。第二點是這個颱風在北上的過程當中，因為它會接觸菲律賓的陸地，那再來就是它進入巴士海峽之後，因為台灣這邊環境其實相對不適合它發展，所以它在靠近台灣這個階段的時候，強度上應該是在一個減弱的過程咯。氣象局講，照呢個環境條件來看，黃鵬有機會變強。不過最大嘅關鍵係喺黃鵬達到菲律賓陸地過後，強度會受到破壞減弱麼？後續向北嘅事件到國土都會連帶影響台灣嘅強度。按算8月8日最接近巴士海峽到台灣東南部外海，香港受到外圍環流嘅影響，天氣咪會變到唔穩定。6日之後呢，整個印度洋它的西南季風有逐漸要啟動的趨勢，加上禮拜天有一波鋒面會南下，5月19號禮拜2開始，2、3、4、5典型的梅雨鋒面會接近，這時候全台灣天氣會比較不穩定。天氣風險公司媒體上係講禮拜6日黃鵬確定向北過後，會帶來西南氣流。到時節係講有咗鋒面配合下南，除咗機會變做今年體育全典型嘅有清水鋒面。為到下禮拜為台灣帶來下多嘅雨水，記者5日陳成龍特別報道。當無簡單疫情又嚇得咧，本單限制到講禮拜2日早得出去行了誒。唔過現時呢看到有天時嘅情形，禮拜2日因為受到風災外圍環流，韓國呢係講也路線呢係照定也氣象局現時發布嘅路線來看，差唔多禮拜2日嘅時節，風災行港松，韓國呢會對菲律賓一片來轉彎，故說呢禮拜2日嘅時節東接近台灣。故數呢，到時節咧西南氣流，韓國呢鋒面係講呢有一層鋒面來下南嘅時節，就會結合起來，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台灣嘅頭一層清典型嘅梅雨鋒面。韓國呢加種加起來有天時嘅內統，就影響到差唔多到中部、南部地區，禮拜2日嘅時節就會開始有大規模嘅落雨，提醒鄉親朋友要先有心理準備。另外呢，看睇下嘅新聞、風災嘅資訊，帶鄉親繼續來轉到疫情嘅部分。2日呢，曹炳醫師呢也有關在咩愛병用麼？曹炳醫嘅安部嘅時節，一個港醫院長王忠良呢，佢就先來講嘅，故數呢大家就講哦，全台灣頭一日來公布講在咩政策愛병用嘅，就係港醫院，佢曹炳規定。佢籌備宣布講，接下來唔會繼續來規定大家愛帶在咩咧？係講你各地方政府咩來講出，也嘅接下來會有無強用規範來병用嘅情形。指揮中心聽聽我來開記者會嘅，佢俾現場嘅來賓係包含嘅交通部長林佳龍，嗰個係唔係見俾我來講到防疫理由，接下來詳細嘅內容咧？帶鄉親朋友來關心。好，
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那谢谢大家锲而不舍的来关心国人的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那指挥官的左手以及右手侧分别是我们副指挥官以及专家咨询小组的召集人张尚存张教授。在我们副指挥官左手侧各位应该都认得是我们交通部的林部长。好，那然后在我们后侧的那是我们社区防疫组的是庄仁祥庄副组长兼发言人。现在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这一天来工作的一个情形。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那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新增的病例，那累积有375人解除隔离。那我还记得我们大概今天是整个都是完全零确诊国内外都没有的，今天是第6天。那曾经我们这是第3次的了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连续6天零确诊，大概是2月10号到2月15号，然后4月6号到5月1号。那这一次又到了我们这样的一次的关卡。那我想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防疫，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我们应该有信心。那有375人解隔离375人解隔离。那另外的在整个在印度回来的民众那有一个有呼吸道的症状后送就医，那其余的集中在集中检疫所持续的监测。那我们同时还是要呼吁整体从我们开始呼吁这个这是应该是防疫新生活基本上还是要特别的讲是全部的行业没有这个行业别都是一样我们的防疫的新生活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那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那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的时候，那就应该要戴口罩。那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隔板这样梅花座都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各类的室内的场所、室外的场所在聚集的时候，那量体温那要准备相关的一些洗手个人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用具那大家就要例行个人的一个健康行为那我们也希望要能够建立实名制确实的去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这是我们对所有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到，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持续的安全。那当然以前我们有对人员做一定的管制但是就是说能够做到刚刚这样的一个几个的方向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达到刚刚讲的一个个人的健康的维护的情况下，那再加上我们在的主办单位或相关的业者能够确实的执行相关的方案，那就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那期待大家一起来落实防疫新生活，一方面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那一方面也确保个人的健康的维护。那这几天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争议那有关于就是大家常提到的一个全国的酒店跟舞厅。那其实行业并不只有这2个行业，世界上全台湾需要开放、需要管理需要大家一起来例行新生活的到处都是。不过因为好像这个这样的一个题目比较特殊，所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那我再度的重申在当初我们宣布停业是在发展整个的一个社区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就要求要停业。所以我们那时候讲自即日起，那是4月9号酒店和舞厅全面停止营业，呼吁业者能够共体时间，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那所以指挥中心指示请全国各县市政府务必配合，由经发局、卫生、消防、警察等共同稽查上述行业是否有遵守规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那时候也呼吁提醒全国民众
避免涉足人潮聚集、密闭空间及易造成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以降低遭到感染的风险。所以在当初停业的时候，当然是由指挥中心来宣布。那这里面再去执行的时候，变成是有一个是主动停业那一个是被动停业。那被动停业就根据地方的各个政府有关于这个不管是一个经发局、卫生、消防、警察局根据它的一个权管的单位里面去做相关的检查。那结果情况是大家都非常的配合，都是来主动的停业。那在开放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那时候的宣布，整个也包含这样的行业。那基本上呢，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开放。所以第一个，个人要例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新生活的一些指引的指标。那第二个，业者或相关的主办单位要能够有这样的管理的能力，比如在场内各方面人潮的聚集跟戴口罩，或者就是说实名制等等，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规范。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的来开放。那至于在开放的同时，那地方主管单位同时要负责这样的一个监督的工作。那因为有这样相关的监督工作，也会尊重各地方政府对于它相关的权管，认为就是说要紧一点，那还是根据这规范就直接来做，那时候我们都予以尊重。那有些地方政府觉得说可能有一些疑义，或者有一些指引上面不够清楚，或者有一些个案那需要进一步的讨论，那本中心也都会跟大家来做讨论事宜，让大家可以在行政上面可以能够更方便、更确实。这大概是再把这边讲的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今天再把它整理一下，那清楚的跟大家来说明，免得大家有太多的疑义，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上面做这个讨论。好，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交通部长林佳龙林部长也来这边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近来交通部权管的有一些开放的措施，是我们请林部长。很荣幸能够来指挥中心来宣布一个有关于防疫医师人员纳入防疫旅宿要点的一个措施。那大概在4月底我有见到几位台大医院的医师包括副院长跟主任，那大家都反映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事实上是在非常大的压力长时间的工作，那他们的住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他们最烦恼因为如果常回家也怕说有时候接触家人是不是有一些感染的风险那要去住旅馆又很贵而且不一定就近能够这个找得到，所以就在我们指挥中心的协助之下，对我们就是把它纳入我们观光局对于防疫旅宿的这个实施的要点的适用对象。那我简要来说明一下这个措施就是防疫医师人员住宿的折抵优惠那办理时间就是自今日起到6月30日先来作为第一个阶段未来看需要再做是否再延长。那符合资格的医事人员经过我们卫福部的认定有这样的需求符合标准的，那就是每房每日最高折抵补助金额1500元不分平假日而且呢不限使用的次数。那么就适用的对象就是经过卫福部认定有需求的医事人员那只要出具这些证件，还有各医疗院所开立的文件就可以办理非常的简单。那可以入住哪一些旅馆基本上我们在台湾旅宿
有公布防疫旅宿，就是挺医护活动的专区。那符合资格的医事人员可以竞洽旅宿业者来订房。那这个有一些星级的旅馆他们也很积极认为希望提供优惠来服务这些参与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这包括像金华喜来登等等观光旅馆就率先来响应我们也特别感谢。那这样这个对他们业绩也可以稍微在这个淡季能够有一点业绩。那最后就是旅宿业者怎么样来参与挺医护的方案？因为防疫医事人员在全国各地尤其是6都也都有所以经向旅宿业者向县市政府来报名经过核可也都可以参与就是挺医护这个防疫旅宿的这个政策。那我自己是因为在交通部我们负责交通的运输跟观光，那很多的同仁也是在第一线那所以也感受到医事人员真的是一方面是生理上必须在很长时间甚至穿这些防护衣私下工作那同时呢压力很大其实有时候因为接触到这一些病患或者是接受检验的人多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这种压力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接触到这些高风险的对象？那怎么样让他们放心舒压是这个措施最主要的目标。那也让他们的家人可以很安心我们政府是挺医护那医护来挺我们全民做好防疫的工作谢谢。我们非常谢谢林部长那也这个旅宿业也来挺医护那天礼拜天好像这个我们的大车队也来挺医护所以那天在早上那时候我参加的时候说我们这个防疫会成功，最主要是大家都互相挺互相挺才会成功那今天也刚好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其实这段时间指挥中心成立这么久以来，我们实在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礼物了各样的礼物都有那也非常的感动。那今天刚好看了一个进来看了一篇这个小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跟大家来分享。也可以看看就是说我们台湾人真的是最美的风景就是人那他这封信呢他是这样写的了那也很好玩的他也给我们的2个非常可爱的铺满这是2个小朋友。他写的是说辛苦的当然讲我的名字了辛苦的阿中部长其实是代表对我们整个大家防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谢。您好，我是某某姐姐和某某妹妹那每天都会在新闻上看到你们播出最新的疫情内容，让大家不要太紧张，觉得很感动。那谢谢您一直为了我们大家辛苦的努力。那我问妈妈，你怎么我问妈妈您怎么每天都在电视上都不用休息吗那妈妈说因为你们很辛苦，为了要让大家防疫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假日少出门，要待在家里。虽然我们很想出去玩，但我们还是要乖乖的待在家里，所以希望疫情快点走，让我们可以开心的出游玩。那我在这里要跟很多的小朋友讲，就是说可以出去玩的了那出去玩只要乖乖的遵守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健康行为那人太多的时候一定要把口罩戴好，那常常要洗手那把个人的健康过好，那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但是书也要读了那另外一个也蛮跟他就说，妈妈帮我们买了可爱的护士娃娃存钱筒给我们存钱其实另外一位可能也是护士男女护士或男女的医护都有。
那这个买了存钱筒啊，乌斯娃娃存钱筒给我们存钱啊。那零钱他在讲是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给我们的钱，我们都把钱存下来。现在我和妹妹决定要把这个送给你们，也希望也能帮大家一点点。他们很可爱，每天看着他可以陪着你们，心情也会变好。那事实上这里面是有放钱的啦哈，那我们的会计把钱先拿下来哈。那一个这里面是放了1822元，那一个是1674元。那真的是这钱对小朋友来讲真的是也一笔大数目了。我相信他也这样的一个零钱这样存下来也存很久。那第五我要说这样的心意我们收到了，不过这个钱我们还是会退回去，不过收到心里面去，我们很感动。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他跟我讲说这个娃娃很可爱，所以这娃娃我大概也准备就是说放在我的身边我的书桌上放1个礼拜，那把它送回去，那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存钱。也不是说再存来这给我们就要养成一个存钱的好习惯嘛这也是他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给他的一个心意。那我们这个其实很多送了很多东西其实我就是感触也很深，就是我们台湾为什么会防疫基本上到达今天能够有31天的没有本土的案例，事实上就很多人就是这样子的配合然后愿意遵守一些相关的规定。小朋友不能出去玩很痛苦可是他还是觉得很乖，那还要不会因为我们让他没有出去玩就不喜欢我们还捐钱给我们，所以觉得很高兴。我在这里还是要重新就是再呼吁一次大家一起配合防疫新生活。然后但也要呼吁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人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就是说真的是不用不是说拒绝大家心意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那尤其小朋友这心意我们很感动。那也跟所有送我们东西写过信给我们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还是要跟他们表达我们的谢意。那这也是支持我们这样能够这样子大家一起走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好，那以上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他这里面还很可爱，他还写说内外夹攻大力丸，然后湿搓冲捧擦，这都是以前就有的这么的小朋友这样子非常挺感动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你好，台湾选报提问上周曾经问指挥官2个问题，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答案。就是第一个是有关教育部的那个考上公费留学的学生，因为疫情，所以国外学校暂停嘛。那现在因为公费出国期限快到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延长1年或2年计算。然后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开放250人以下的集会，那公寓大楼的区分所有权人的会议，是不是可以让全体住户恢复实体方式的投票开会？这样，以上，谢谢。那投票那个没有问题吧那个当然那本来就没有尽到社交距离把它维持好，或者戴口罩都可以做得到。那至于公费留学这部分，教育部这边应该会都做一些妥适的安排那我可以有没有确实的他的一个时间？有这个我们再问一下教育部，等一下再回答你不好意思，工商时报这边2个问题。第一个是指挥官昨天有提到说考虑对港澳松绑经贸往来，那这消息让很多企业都很振奋。那目前这有新进度吗？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时程或指标，可以让这些跨国企业预先做准备？那第2个问题是加拿大希望向台湾采购1000万片的口罩，国贸局跟指挥中心讨论的结果大概是怎么样？会同意开放吗？那目前口罩的产能供需情况大概又是如何？那会不会因为疫情比较趋缓，会提早解禁我们口罩的征用跟管制出口？谢谢。那
相关的这个开放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贸的往来，那我们是会选择不会说以地点做考虑了地点当然会考虑的因素之一，那重要就是跟我们的公共政策相关的经贸的活动它的一个重要性跟我们的影响度作为一个考虑。那这事情是相当的不容易做所以我们现在持续的也在讨论中，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跟可行的办法。至于口罩未来走向比较开放的政策，我想那是必然的了不过也是要选择一定的存量跟产量那能够国内能够充分，那为走向开放之途。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题想要请教。第一题就是，日韩中国在解禁后确诊数回升，然后印度感染人数也突破7万人，创亚洲第2高。市场现在担忧亚洲恐面临第2波的疫情危机。那指挥中心有没有掌握周边国家解封后遇到的困难？那之后有一些什么相关的因应措施吗？那第2题，现在台湾干净安全，但也没有抗体。那如果全球逐步解封，根据欧美专家所说，今年秋冬还有一波疫情。那台湾要如何让一部分的人先有抗体，才不会造成日后更大规模的疫情？谢谢。第二就是说，各国在解封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了那我们也看到不管有很多的国家的一个相关的例子。那这里面大概我想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可能它这里面社区的一个非受影响的非罹患，就是说它的一个罹患的情况仍然有一些潜藏的危机，那个比较高一点所以有一点稍微可能是快了一些。然后第二个在国内，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要厉行防疫新生活要把个人的这条防线一定要守好来，那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可以避免的风险减到最低所以这是这2个。那未来我们还是持续，今天我们就是说要厉行防疫新生活，那我们还是会持续对整个社区做监控那看它的情况逐步的放松，或者有一些需要再收回这都要看整个的一个疫情的变化来定。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对台湾目前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发展在目前我们是有信心。中天新闻提问，这边想请教，就是有研究发现说，就是新冠病毒已经突变出30多种的病毒株了，然后他们发现到说，最致命的病毒主要是布在中国浙江省、还有西班牙、意大利，还有美国纽约。那我们想请教，我们台湾有没有相关的类似研究有这样的发现？然后再来，我们未来会不会还会发现有更多的变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林部长。现在防疫旅游还有踩线的景点规划出炉了吗？再来，双铁何时解禁？因为接下来马上紧接6月底有一个连假，有没有可能在6月底之前解禁？以上，谢谢。好，这个病毒变异的事情，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样的 RNA 病毒本来就会一直在做一些演化了那所以一路下来，当然就看到它越来越多的有一点基因上改变的一个不同型别的样子。那这个一路都有很多的各国的专家都有在做研究嘛。国内我们自己看到的病毒之前也跟大家报告过。那我们因为是从各个国家带进来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变异的一个病毒在里面。那之后会不会继续演化？那我相信在其他国家持续的在传播当中，那它还是持续的会有一波一波的一个变化的。然后，那这些当然在我们国内，我们目前没有再有境外移入的个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病人没有在增加，我们大概在国内的病毒就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谢谢。有关于防疫旅游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现在已经在规划几个方案一方面是跟全国旅行工会合作因为他们比较有经验那组团去踩线另外就是旅行社个别配合我们观光局各个国家
风景管理处也有在推动一些优质的旅程。那以这样的方式希望结合食宿游购行，那也推动区域观光的发展。这个部分就是搭配旅行社游览车饭店餐厅还有一些景点那提供给我们现在进一步要开放比较全民安心旅游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防疫指引。这个是也会经过我们指挥中心帮我们确认这样的一个指引确实能够达到效果。那同时我们也认为这是对于观光业的一个其实是人才培训的好机会。包括我们先前的这些课程已经上过课的很多的导游领队还有一些跟观光产业相关的学员我们借由这个踩线来帮助我们体检那也协助一些跟观光业有关的不管食宿游购行的相关业者，可以在迎接未来更多的观光客的时候它都符合防疫的标准。那此外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防疫旅游做基础希望能够调节国人旅游的时间不要都集中在假日那非假日像星期一到星期五如果大家能够做到分流都控制在一个总量之下我想这个是最安心的那其他的指挥中心的对于一些防疫的措施包括个人的一些就是健康的管理啦卫生习惯不管是社交距离或者是勤洗手还有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我们也会落实在这一次的防疫旅游的示范里面。那也会推动采取实名制让他们走过的地方未来假设真的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好追踪跟事后来做这个做好这些就是相关的防疫的措施。那有关于双铁就是大众运输因为比较远程的如果在假日或者是说尖峰时间是人很多我们还是认为说维持戴口罩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可是到什么时间这个当然就配合指挥中心那至于说先前有对于像就是自由座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提早开放或者是在配对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比较就是放宽一点那这个也做一个说明。有关于防疫旅游，我们目前是已经跟几个单位在规划，大概是5月底6月初会有第一个踩线团。好，谢谢。那其实就是刚才问的问题一样，这病毒就是非常的多变其实它就一直在变嘛。那所以在这一直变里面，我们现在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把整个的防疫这样防疫新生活的概念要能够内化成我们的习惯跟生活的准则那能够内化的越好，那当然社会就可以越开放。那国内的旅游其实非常值得去大家有时候非常喜欢到国外看看，当然有不同的一个景观。不过在台湾的旅游，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台湾的人情之美，那我们的风景之美其实大家如果细细品味，其实也不输国外。那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大家能够发展国内的旅游，让它的深度广度都变得更好，也提升我们整个旅游品质跟我们旅游业的一个品质。那未来在开放的时候，我们就必然有一部分人会到国外玩，那另外一部分的国外人进来台湾玩，也会感到我们这段时间整个旅游的一个品质的精进，那对我们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是一件好的。怎么样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大家共同努力先把我们的内化的实力把它做好，然后可以迎接未来更好的一个环境。部长你好，凤凰卫视提问，这边想请教，
澎湖县率先宣布酒店解禁，从今天开始，那他们也宣布说户外不用戴口罩。另外嘉义县他们也宣布说校内跟政府各个机关也不用戴口罩。对于这些县市他们的超前部署的解禁，想请问一下指挥中心的意见，谢谢。没有相关的一个，他说相关的酒店呢，相关的解禁，他还是要根据我们相关的指引，要能够做得到才可以。然后第二个，他相关的有一些解禁是以前他们的规定就比较严，好，他以前是规定说在户外都要戴口罩，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过。可地方政府他觉得这样对地方是比较安全。然后现在看他知道，就是说整个的大环境现在也比较没有像那时候那么的紧张，所以他就回来跟大家的规定一样。那所以户外不戴口罩，是以前有规定说户外一定要戴口罩的一个相对，但是户外不戴口罩是应该就是说有一个安全的距离，社交的距离1公尺以上不用戴，那人潮拥挤的时候那还是要戴。长官好，年代易电视提问，想请教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的一家医院因为呼吸器设备引起爆炸导致火灾，那它的呼吸器是俄罗斯本地制造的，目前同款的机台送往美国检验，想要请问国内的呼吸器使用大多都是哪国制的，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风险？那第2个问题是说，内阁即将要总辞，然后最新民调显示部长您的支持度超高，然后民众也是非常肯定部长，想请问是否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例如说是有没有接任行政副院长的可能？谢谢。我不是很确定啊，我们国内的呼吸器厂牌是哪一些厂牌哦？那不过因为我们国内各家医院都有很多呼吸器嘛，我们全国总共有9000多台的呼吸器，那里面当然分散在可能是不同的厂家，不过就我所知，当然还是以欧美厂家为主了哈。所以这些过去使用上好像也没有听过说爆炸的事件哈，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内来说，我想我们自己那么长久以来的使用呼吸器，并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疑虑了。好，至于刚才第2个问题，我是没有收到任何讯息哈。请问指挥官，因为接下来就要会考呢，不过现在疫情有稍微比较趋缓，那家长就想说，如果孩子就是全程考试如果戴着口罩会很闷，然后这部分有可能解禁吗？然后再就是有家属有疑问说，他的亲人过世是疑似个案，还不是确诊个案，这部分有需要24小时内就火化吗？因为有家属说他的亲人就是3小时内被快速火化，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所以这个疑似个案也得这样处理吗？谢谢。没关系，我们再你解释一下哈。好，那先把那个疑似个案。有关疑似个案的部分，它的确是，就是说，它如果只有验，就看它有没有通报了哈。它如果是通报是属于要验2次的话，那只有1次阴性，那之后没有办法再确认的话，那的确还是属于疑似。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它是要火化，但不是要24小时火化。那可能是有部分的人误解了，就是说，有关这个所谓武汉肺炎的部分，它是要24小时之内通报。那另外死亡的遗体的处理是要火化或深埋，并没有所谓的24小时之内要火化的这个议题啊。谢谢。那因为在这个疫情比较看起来比较稳定但是因为在会考这个情况的时候，跟学校内部在教室内又不太一样，那内部都是特定的人，都知道的人，那会考就会牵涉到很多不特定的人所以在目前就是说还没有决定要这样的一个放宽。指挥官，喂，没有声音，有声音。指挥官好，民事提问。北市文化局长蔡中雄在脸书上说，上周中央宣布实名制梅花座保持适当距离，可以逐步解除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所以他们就积极规划本周6的市立国乐团要采梅花座的一些方式来售票。
那但是昨天中央又宣布说，考量艺文场馆要在6、7月才统一规划，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来宣布开放的方式，因此他们只好暂缓售票，然后用网络线上直播。那他们觉得说，局长觉得说，中央同步却授权地方评估，保持社交距离，开放那个8大行业，艺文中央，这个是给地方评估，但是艺文是中央统一，8大就授权对方。那他认为说，这样台湾后疫情的时代，艺文空袭是不能输在下半场的。他认为这样的状况是有一点他有意见的。那第二题想请教，作家苦苓在脸书上也说，指挥官这个地方酒店解禁的部分交由地方政府自行认定是不太负责任的。那他也说他要逆时钟，为何不改成说可以开放营业，由各县市政府来监督查核？这样不就是中央有一肩挑起的这个领导的担当吗？是不是因为有女陪侍，一般民众是不具好感的，是道德水位相对偏低的，所以是比较好欺负，所以才说关就关呢？好，以上谢谢。当然就是说，这不是在比担当的时候了哈。每一个单位有每个单位的一个权责，哈，大家把这样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那至于绝对没有，就是说，他台北市要开放艺文用梅花座，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就是说不准，没有这样的事情。好，我相信这可能哈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说讲清楚。好，那我再重申一次。好，这样的一个艺文的活动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或者戴口罩，刚才讲一个个人的好基本的好这些防护有做得到，那市政府觉得可以落实这样的一个实名制，那什么时候要做，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不好意思，那个苹果日报提问，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目前口罩的话，有效的输出的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寄到国外的口罩的话，是以30片为限。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民众是认为说，他们可以用既有的实名制的一个数量，然后凑到大概60片的一个数量。但是因为现在受限于输出的一些规定，说最多只能凑到30片，变成说他们即使没有影响国内的一些口罩的供需，还是没有办法寄给国外的亲友。那口罩这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有打算可以让这个国内的一些民众可以采说他使用他实名制既有的额度，然后凑到60片，那满足他们在国外能够每天使用1片口罩的需求。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个高雄市就是那个正南宫董事长袁清标，他就是有传出说他目前正在动刀就医。那之前正南宫在延缓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部长也是有跟那个袁清标有接触蛮多次的。那这次的话，部长会不会想说，有机会也去看一下那个袁清标董事长？因为我没有接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哈，当然就是我们也致上我们的慰问了哈。然后第二个刚才是什么？要口罩的这些相关的跟，现在目前哈大概要放宽那个，目前是没有讨论到这，也没有接到这样的这个状况。但我们现在是朝着好整个更开放的。好，开放出口的这样路来做思考，那这样就在国外的提供或者在里面就会限制的比较少，所以目前大概没有规划从个别的案件再去考虑说整个的一个出口的好的一个限制的一个讨论。刚刚提到那个教育部公费生的部分，那只要是提出申请，那教育部一律都会延长，所以也提醒这些公费生的录取的学生。务必要向教育部提出申请，那时间都会让它延长。不好意思 ，TVBS 提问，想请教一下，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双铁的部分，麦克风好没有声音。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双铁的部分自由座可能会开放，那想请教一下，这个在车上吃东西、喝东西这个部分有打算要目前开放吗？谢谢。我想这是可以考虑的了哈。我也看过那个我们同样的一个我们指挥中心的那个李秉义李医师啊。
他在电视讲说，在高铁上这种长时间不能吃东西觉得很痛苦，他觉得应该要开，我们会慎重的考虑了所以刚好中视提问，昨天有一名那个磐石舰队的官兵顺利3彩阴出院，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他目前的情况？然后大概是住院多久才出院？谢谢。目前已经有15，我确定的人数，我可能等一下再说明了。那其实因为这些磐石舰的这个官兵都是年轻人啊，所以大致上都没有什么症状啊。以上，谢谢。没有增加嘛我昨天15个嘛看一下，目前是36个，有15个已经出院了，21个仍然在医院。指挥官好，台视提问，想问一下，就是之前针对这个扩大纾困方案卫福部11号下午好像是以电子公文的方式给了一个审核处理作业的原则，但是中央好像隔了7个小时之后又入夜之后又通知这个公文作废，所以基层员工就有反映说好像是一直在朝令夕改。那这个中央的这个电脑作业系统好像也是有不断在滚动修改这个流程或者是审核的标准，所以他们反映说这些疑虑如果不解决的话，基层可能会没有办法赶发这个纾困金给民众，想问一下指挥中心对于这方面的回应，谢谢。事实上在那一天在等相关的县市政府送了很多的案件上来嘛那我们其实整个时间都花在 key in 上面，那也花了很多时间，就里面有相关的疑义那做了一个整理。那是就内部上整理相关的疑义的一个讨论但是并没有把那个东西当作一个准则定案那就在发文的时候就把那个发出去了，所以我们就紧急把它收回来，怕说引起更多的争议，没有经过一个适当的讨论。所以经过昨天在适当的讨论之后我们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则让它更清楚，可行性更高的会发给各县市政府。好，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公布的，讲今晡日国内并无新增加确诊病例，估数还是维持到442，今日是连登32年都无本土案例出现的。也个城市中呢，基础讲亚博的台湾的防疫会做到按成功，就爱请神梦所有人去按向下来配合来遵守也按到的规定。故此呢，今日再过来表示感谢。还有今晡日呢，其亲神奇其头现场呢就公布的2只镀金桶，会带乡亲朋友来看下详细的话。甲下有看到无？其头前呢就标的也2只细只嘅人工嘅，也呢是镀金桶。佢还讲也是有2个声音呢来寄到指挥中心嘅，还个也镀金桶地度真实有标钱差不多是标嘅一只是标嘅1600，另外一只是标嘅1800元。其同按到指挥官韩国呢指挥中心所有人讲，却因为有太个按失望。故所呢，其虽然讲硬是冇办法，一个声音呢硬是冇办法出现落背，不过呢，其还是爱同指挥中心也按到的官员来表示感谢。不过陈时中佢咩小定讲硬是系做得出去嘅，不过呢，佢系再过来感谢讲，接下来防疫爱留其疏忽，就系大家爱做好一个防疫新生活。故所接下来，佢提醒大家，喺喺套新嘅生活當中，要繼續維持社交距離，目度要維持大家要有1.5公尺離安遠。另外呢，套屋外部分，大家還係要記得要遵守屋外1公尺安內嘅安全距離。另外呢，最主要就係從大家呢，還係要帶定做嘢咩？韓國現場今日來示範講，冇辦法來保持社交嘅距離嘅時節，還係要帶做嘢咩？唔過呢，做得要來製作嘅多，就做得用一個透明隔屏嘅，安尼是做得2種目標嘅方法。但係疫情現時呢，由下翻下來嘅各行各業，係唔係接下來會叫邊樣去開放呢？事實上講，接下來各行各業都搶用去維持一個防疫新生活。故所講到嘅按到乜嘅以外，佢講也唔單止係防疫，要留佢建立起來。
其实呢，也都是建议平常要注意到的习惯。酒店业家呢，就有一个记者有问到讲，将来是唔是会开放咯？一个陈时中佢来宣布讲，检查过后，佢希望呢，地方政府要做到负责来监督。故所下来，清楚要系酒店业检查过后，同地方政府监督检查过后，会用一个有条件开放的方式，继续下来会按嚟做。佢还讲到嘅，同4月初9嘅样时会宣布讲要来停业，系因为嘅时间，差唔多呢4月初9，全台湾算系防疫当紧张，就会要求全台湾嘅酒店一种八大行业要停业。接下来就会同亚嘅签结交本地方政府，检查过后有条件开放。接下来呢，还有其他嘅重点来看到，今边嘅现场亚嘅交通部长林佳龍未有來，佢講嘅乜嘅呢？所以講要講到接下來會來催通防疫旅遊以外，佢愛同醫護人員來表示聲望同感謝。故所也片有提到，6月底以前，醫師人員就會加入到旅宿補助，一條錢大概係1500。故所呢，一個當年已經檢房補助嘅金額係1500，無款平常時節也係禮拜2日，愛同一個醫師人員來聲望。故所呢，來鼓勵家長做得去吃一個旅宿。繼續帶大家來關心到嘅係各縣市政府嘅防疫規範。現時就像家下有講到，全台灣嘅疫情由下翻下來嘅，各地方政府面對一個並用嘅階段腳步，大家做法未冇共用。就像講到啊，曹炳仁江議員嘅一個院長王忠良，佢先講嘅，同全台灣頭一隻，佢上來公佈講，接下來針對學校還有機關呢，就唔會繼續硬性來規定大家愛戴做嘢咩。另外松柏係樣嚟做呢？松柏現時都講一個做嘢咩，盲愛要結晶，一個新北市長侯友宜佢行講嘅，但係做嘢咩就係台灣防疫會做到安成功，清楚一位關鍵。故做接下來有可能8-5會公布，係唔係做嘢咩會有變用。係我哋帶鄉親朋友來看，一個屏東縣長嘅潘明安，佢先前呢係講到全中英一種清大型嘅運動比賽，因為疫情嘅關係，當時就宣布講要暫後再過來舉辦。一個籌備嘅時節，潘明安佢宣布講有可能拖暑假嘅時節會繼續來辦一個全中運。另外台南嘅部分，台南市長王美在佢早晨呢要針對接下來6月25就係5月節，一般傳統項會辦爬龍船嘅比賽。今年呢，停到疫情下跌咧，故所呢今年嘅爬龍船比賽會繼續來辦，帶鄉親朋友來看。雖然和台南運河10萬景點爬龍船，蘇道府很喜驗疫情影響，東道縣市至少會在係戰後再過來辦爬龍船比賽。台南市政府講，因為疫情有下滑呢，宣布今年會繼續辦，唔過會減少比賽嘅日呢，還個參賽隊伍，就說按呢，是來參加嘅民眾新冠度還係有壓力。規模可能是有點縮小，哈，當然是為了整體的節目的緊湊，還有防疫的需求，所以我們大概目前為止規劃大概有73隊，那時間從5天縮減為3天，那其他的部分選手是不戴口罩的。畢竟現在雖然疫情已經暫緩了，可是前幾天那個大陸跟南海也是因為疫情暫緩，然後又開放一些，然後又爆發出來，可是所以說我們考量下，還是今年就是不報名。因疫情有下滑呢，台南市政府強調，爬龍船比賽會同時顧到傳統韓國防疫。唔過，各議員建議協部縣政府員工韓國學校嘅師生，唔是再個繼續帶作業嘅。若有需要的學生，還是請他們要帶阿膠。身體健康的，我們就不強迫要求。很好，很好，就代表我們台灣的防疫做得很好。針對各議員作業嘅結業，台南市長王美在有冇同樣看法？只看到昨天陳時中部長沒有戴口罩，大家要注意到他跟其他的人員之間是有這個透明隔罩的，除非陳時中部長可以說不戴口罩也不需要社交距離，那或者不需要透明隔罩的話，那我們就可以再考慮在室內也遵照陳時中部長好順時鐘，我們也可以不戴口罩。
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有合法呢，各县市每天天来检验相关措施，不过各县市做法无共样，防疫同检验没考验各地方首长的指挥。记者文正凡台南嘉义综合报道。台湾现时嘅疫情呢，吓大咧，故所呢陈时中指挥官曹炳秋讲到，台湾同大家来比，相对当安全。不过提供俾乡亲朋友一则数目是，大家看到就会知道当有感觉。因为现时国际上全世界确诊人数突破为426万嘅确诊人数嘅，第一咧嘅当然系美国。美国现时呢还系全世界确诊人数排第一，系1369574例。另外呢，第二嘅一下呢，既然唔系西班牙，韩国意大利，咩唔系英国咧。现时第二名系俄罗斯，现时前时呢确诊病例数系232243例。因为一下就增加按多咯，渐渐的就超过为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同其他欧洲地区，当有可能呢，一个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鸦片的官员就讲，因为俄罗斯佢哋系用较法的检测，嗰种现时俄罗斯国内渐渐的有580万3人系接受检测，嗰种佢哋认为系因为按呢，就会感染出有按多人确诊。韩国人看到哦，有数片的部分。提供我们大家一啲美国白宫内部就有报告，也嘅报告指出嘅讲法系同美国总统川普两个系首长睇马，因为先前美国总统川普佢真讲，国内嘅疫情有合法呢，故所佢希望所有嘅工厂、韩国建筑呢就爱恢复继续来做事，因为佢讲国家爱进步，天初爱开放。不过呢，美国白宫嘅一份内部资料就表示讲，疫情其实根本就冇控制下来，电到也下确诊人数细到为西田纳族、田纳西族、韩国爱荷华族、肯塔基族，也3个族呢，也下确诊人数系增加到当家。故所一份报告同川普嘅讲法相差太马。接下来嘅新闻，我带乡亲朋友来看到嘅系俄罗斯嘅疫情。因为俄罗斯鸦片针对爱戒禁无，韩国呢疫情爱顾到，经济未爱顾好起来，佢哋都讲其实真件系咧清大嘅挑战。俄羅斯武漢肺炎疫情嚴重，已經連續10日確診嘅人增加1,000，總共超過23萬例，係全球第二多屆，累計超過2000死亡。不過，隨着疫情進入更嚴重嘅時節，總統普京宣布10日開始邊境禁令部分復工。12 мая единый период нерабочих дней для вс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х отрасл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Но не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эпидемией. Ее опас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ричем даж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где ситуац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благополучная. 雖然就會復工嚟，俄羅斯還維持禁止台慶集會，未實施嚴格嘅防疫準則，所有人落去點麼老錯台中元素，都聽錯愛帶咗嘅麼老受台兒。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пока исключаются любые массов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 конечно, всем надо строго выполнять санитарные правила. Э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аботы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магазинов, сферы услуг, транспорта. 能越方面受到莫斯科嘅展覽中心，該操作長期街東市武漢嘅風衝依然10日開始不開放差唔多2000個患者落去。Здесь организовывается наш филиал нашей больницы, который будет оказывать помощь пациентам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й инфекцией легкой и средней степени тяжести. Мы планируем начать помощь с 12 мая, завтр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мы готовы на 96%. 除咗莫斯科，俄羅斯全國各地都大家起醫療設施來應付檢控大家疫情時期。俄羅斯最先最會欺騙嘅做法係依然攞照護中心，從佢西伯利亞省市阿庫茨克已經照護中心，處於9個老人家圈子感染，記者林浩怡編譯。因為武漢肺炎嘅疫情嚴重影響到各地，唔單止係台灣，韓國看下過去，全世界都受到為動態嘅壓力。一隻階段，當然都開始去討論基金還係冇基金咯。防疫韓國經濟一下兩隻安樣嘅程度平衡點，對當島國家來講，也係你當頭壓空嘅問題。今邊嘅客家新新聞就進行到一片，希望鄉親朋友向下來收看。
天公日9点半，早晨有4台报纸，看报纸时间，到时间再会。客家新新闻，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一起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希里定。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Apple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